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侵略者才是和平的破坏者。国际上有许多国家，包括台湾在内，其实是受侵略者的胁迫者。台湾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，台湾社会以人为善。我也是坚定的追求和平，因为和平无价，战争没有赢家。但是呢，我们对和平的追求固然有理想，但不能够有幻想。所以我坚定地提出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。过去1年如此，未来也是如此。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强化国防力量，不管是对外军事采购，或是国防自主。第二个是我们会持续强化我们经济发展的韧性，隶属台湾布局全球，行销全世界，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。第三个是我们也积极跟国际友盟共同合作，肩并肩，发挥威慑的力量，以备战来避战，达到和平的目标。第四个是我在这里再次重申，只要对等尊严，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，透过交流来取代围堵。